110年度狂犬病预防注射及宠物登记巡回活动，自110年3月9号于本乡的文兰村崇光部落，至3月18号河中部落办理。秀林乡公所为便利乡民就近注射狂犬病疫苗及宠物晶片登记，每年皆会办理全乡的部落狂犬病预防注射以及宠物登记的巡回活动。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，家户饲养犬只是传统太鲁阁族民族文化特色之一，因此为便利乡民的需求，省去舟车劳顿至市区施打疫苗的时间。每年皆会办理狂犬病预防注射及宠物登记的巡回活动，期盼能够有效防止狂犬病的发生，以及照顾宠物的健康。本所将在110年3月9号至3月18号从南至北办理注射及宠物登记巡回活动，同时本乡亦补助犬猫及皮肤病医疗补助。最后提醒乡亲记得携带身份证及印章，爱宠也尽量牺牲或使用提笼携带，望乡亲能够多加利用本所提供的巡回服务，共同打造健康的部落环境。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。秀林乡的 Line@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！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，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， 赶紧加入我们，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。还在等什么？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！